運輸署榮獲申訴專員頒發申訴專員嘉許獎公營機構獎調解獎，我同所有嘅同事都感到非常鼓舞。呢一個殊榮肯定咗我哋喺處理投訴同埋調解工作嘅卓越表現。運輸署服務範圍廣泛，涵蓋超過270萬個牌證持有人、77萬個易通行用戶，同埋各個交通資助計劃嘅受惠人。同時亦都同唔同嘅運輸服務營辦商保持緊密嘅聯繫，為廣大嘅市民提供適切嘅服務。運輸署同事秉持專業嘅態度，耐心聆聽並且積極回應公眾嘅查詢同埋意見。對於市民投訴，我哋更加會迅速跟進，並且切實解決申訴人嘅問題。我哋明白市民大眾對運輸署服務嘅期望不斷提升，而每宗個案都係反映住市民嘅切身關注。我哋會以同理心深入了解每一宗個案嘅具體情況，並透過申訴專員公署安排嘅調解渠道，以法、理、情三者兼備嘅手法處理個案，同投訴人進行建設性嘅對話，以促進相互理解，去尋求雙方滿意嘅解決方案，迅速咁回應市民嘅訴求。公共運輸服務嘅核心在於以人為本，運輸署將繼續以積極務實、真誠待人嘅態度，喺運輸規劃、公共運輸監管同埋道路交通管理方面追求卓越，致力為香港市民提供高效優質嘅服務，確保市民每一段旅程都係安全可靠、暢通無阻。